自2024年3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实行上帝旨意的教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3章20节到35节。耶稣转去厝里，有一群人搁聚集活来。耶稣甲门徒刷练饭，都未顾得食。伊的亲人听到即个事，就出来要甲伊阻止，因为因讲伊精神失常。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讲，伊是互别西卜附身靠鬼王得赶鬼。耶稣叫因来，用譬如对因讲：撒旦哪会赶撒旦？国家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国家就徛袂牢；家庭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家庭嘛徛袂牢。撒旦若家己攻击纷争，伊徛袂牢，一定会灭亡。无人会当入去勇士的厝抢伊的财物，着先甲伊绑起来，才会当劫伊的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讲什么谤倒的话，拢会得到赦免。毋过，无论什么人亵渎圣神，永远袂得到赦免，伊是犯着永远的罪。耶稣讲这话，是因为因讲，伊互邪神附身。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，徛伫外面，找人去叫伊。有一群人坐伫耶稣周围，有人甲伊讲：“你看，你的老母甲你的小弟小妹伫外面要找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？”然后伊对坐伫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甲因看，讲：“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伫遮，实行上帝旨意，即个人才是我的兄弟、姊妹甲老母。”实行上帝旨意的教会。当主耶稣转去到厝里，一大群人搁聚集活来，直到耶稣和门徒连食饭的时间也拢无。耶稣的亲友想要制止耶稣，因为因听人讲耶稣起痟。群众中间有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，因认为耶稣是互鬼王别西卜附身，是靠鬼王得赶鬼，所以才会安尼癫狂。耶稣面对无共的看法，却提出一段趣味的回应。针对经学教师的质疑，耶稣的回应提到一个重点：撒旦哪会赶撒旦？国家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国家就徛袂牢；家庭若家己纷争，迄个家庭嘛徛袂牢。撒旦若家己攻击纷争，伊徛袂牢，一定会灭亡。主耶稣的能力是来自上帝，因说讲伊是靠鬼王，这就犯着亵渎圣神的罪。照因熟悉的律法，因是无法度受饶赦的，亲像利未记24章10节所记：若有人亵渎上主的名，无论是在地人还是外族人，一定着互伊死。全会众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耶稣的老母甲小弟认为耶稣伤癫狂，赶紧赶来要阻止耶稣。耶稣却看到众人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？恁看，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，实行上主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。”当落时，耶稣可能拄咧对群众传道，也是施行医治，因为伊已经施行袂少新约，所以吸引真侪人慕名前来。亲友会担心
也是经学教师的质疑，互因想要制止耶稣行神业。当因用家己掠做正确的眼光来看耶稣的作为，耶稣反倒提醒因应该反省家己敢有实行上帝的旨意。毕竟照顾有需要的人，是上帝自古不断照着众先知对人的提醒。基督徒也和耶稣同款，伫教会常常拄着类似的状况。上帝伫各族群和无共社区设立教会，教会应该注意安怎实行上帝的旨意，互教会周遭的居民会当看见上帝的大能。若无，教会就简单是建筑物仔定。咱伫教会内和其他的信徒互相称呼兄弟姊妹，也彼此分享甲关怀。所以咱若认为互师轻松做就好，毋免过头拼命，颠倒质疑遐认真伫互师的人，怀疑因互师的动机，还是批判别人无倚靠上帝，咱就会陷入伫撒旦的罗网。这不但会互教会产生真侪冲突，造成分党结派，也互教会伫社区的居民哪来哪远，更较偏离上帝设立教会的旨意。这是因为人用家己掠做是正确的角度伫看代志，袂记得安怎正确看上帝的旨意。咱应该谨记耶稣的话，避免互即种的情况发生。耶稣讲：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。即句话对我有啥物提醒？我有真正伫实行上帝旨意无？耶稣讲：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。即句话对我有啥物提醒？我有真正实行上帝的旨意无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所行一切拢是为着要实行上帝的旨意。你并无在意众人的眼光，就算互认为是癫狂，你还继续传道，搁实行医治。求你帮助我，时时倚靠你，愿意为你癫狂，搁真正实行上帝的旨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